大家好，我係 Sam 啊。咁啊，今日介紹黃碧個租盤啦，實用面積315尺，咁係一個一房套房個單位嚟嘅。咁啊，唔阻大家啦，大家參觀下單位入邊價格先。好啦，咁呢個實用面積315尺，咁啊叫黃碧啦，咁啊碧桂園嘅發展商，咁啊交宏安啦，咁就2020年入伙，咁啊基本上單位咧就非常之呢個即係非常之好租嘅，咁啊租客就啱啱琴日走啦，咁啊業主會重新翻新清潔一次嘅，咁啊一房一廳一客飯廳，咁啊開放式廚房，咁露台嘅景觀咧就望翻去燒花聲啦。當日入伙嗰陣時，燒花聲呢度仲係地盤嚟嘅，而家已經入咗伙噶啦。咁啊望翻屋企嘅遠景啦，咁基本上房間嗰個位置咧係可以擺到一張雙人床同埋一個大衣櫃嘅。咁啊洗手間附設咗浴室寶啦。咁啊，基本上呢啲微波爐啊、鞋櫃啊都備晒喺度噶啦，雪櫃、洗衣機、雪櫃、洗衣機齊晒。咁啊，呢度嗰啲鞋櫃啊、啲裝儲物空間都齊晒喺度噶啦。如果第一對啲單位興趣，可以 call Sam，電話係90927032，90927032，等你電話。